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3，诗篇118篇1节安尼讲：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3甲来祈祷，慈爱永远伫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大气力、大权能的至高上帝。你有用大权能、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，无一项事你做袂到。主啊，你行神业奇事，用权能的手，有气力的手骨，甲大搁通行的事，带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，因为要将老年甲密的地赐福因。主啊，你也安尼，永远将恩典赏赐愿。主啊，世上的一切拢会变换，人对阮的好也会改变。主啊，独独你对阮的疼是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愿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好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